让你秒变低位的行为就是写小作文。高开低走的转折点几乎都是从一篇自我感动的小作文开始的。小作文就是典型的低位思维产物，以为讲道理、讲自己的痛苦就能改变别人。只有缺乏竞争手段的人呢，才会想到去用小作文这种方式。就好比我买了一双新鞋子，我刚出门就被踩了一脚，我很生气，于是我写了一篇小作文去指责踩我的人，这不搞笑吗？爱写小作文的本质是缺乏博弈的勇气和经验，没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诉求，只能通过情感的宣泄，强调自己的付出，指责别人的无情这种方式来逼男人就范。博弈里面有一个基础的认知，就是别人不会因为你有道理从而发生改变，只会因为利益受损了才会改变。那么你思考一下，你的小作文会让男人的利益受损吗？不但不会，还会给别人抓住你的弱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只要你写了小作文，无论你之前有多么的高位，接下来你必然会变成低位。想要引导别人的行为，就一定要从需求和利益的角度去思考。只有小学生才会去引用什么道理去说服别人，行为是跟着需求和利益走的。你想让他做一件事情，你要么让他从中获得好处，要么就是让他的既得利益受损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其实只要学会我的关系博弈课，你就会明白如何通过树立边界和底线去管理男人对你的态度。